各位葛良斯齊，衛生防護中心公布，再多一個男童感染流感之後情況嚴重。嗰個1歲男童過往健康良好，佢自上個禮拜3起發燒、咳嗽同流鼻水，星期6起出現呼吸感急促，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醫之後留院，其後因為症狀惡化，轉到兒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。經化驗之後，證實對甲型流感呈陽性反應。臨床診斷係甲型流感並發肺炎同思考症。男童冇接種流感疫苗，潛伏期內冇外遊。夏季流感季節至今已經錄得23宗兒童流感嚴重個案，包括3宗死亡個案。中心呼籲家長盡快安排仔女打針。據了解，立法會選舉將會如期喺下個禮拜日舉行。政府因應大埔宏福苑火災，暫停選舉宣傳同推廣工作，包括選舉論壇，以優先處理火災同援助受災居民。據了解，政府經評估之後，會如期喺12月7號舉行第8屆立法會選舉投票。相關宣傳工作預計喺呢個禮拜中後陸續恢復。正係進行樓宇大維修嘅沙田瑞和苑將會拆除全部9座大廈嘅棚網。瑞和苑業主立案法團同居民開會討論之後，決定拆除全部9座大廈嘅棚網，預計12月內可以完成，其後會拆棚架。當區議員話，拆卸工程自星期6起開始，爭取最快2個禮拜內完成拆除棚網。瑞和苑樓齡45年，有超過3500伙。屋苑自前年起進行樓宇大維修，外牆被棚架同棚網包圍。施工期間，窗口亦都貼上發泡膠板，防止玻璃窗損毀。但居民擔心有火警引誘。國際方面，美國中西部暴雪，印第安納州州際公路有至少45架車連環相撞，據報冇人重傷。全美各地超過1800班航班取消，大約7000班機延誤。喺芝加哥，有海灘嘅圍欄出現一條條冰柱，市區亦都大雪紛飛。適逢美國感恩節假期，唔少旅客出遊，但係中西部嘅暴風雪影響多地交通。印第安納州警方話，當地星期6維哥郡附近嘅州際公路有至少45架車連環相撞，呢一段公路一度關閉，當局話冇人受重傷。大雪亦都影響部分機場運作。報道話，惡劣天氣下，當地星期6有超過1800班航班取消，大約7000班航班延誤。We are good to go. 而西雅圖有機場就為降雪做超前部署。幾架鏟雪車喺機場跑道練習，務求降雪嘅時候能夠及早清理積雪。美國傳媒報道，中西部包括伊利諾伊州、艾奧瓦州、密歇根州等地，星期6持續降雪，其中艾奧瓦州北部有超過20厘米嘅積雪。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，冬季風暴警告範圍正喺度擴大，預計部分地區降雪量可能超過每小時大約2.5厘米。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。美國加州發生槍擊案，造成4死10傷。事發當地星期6挨晚大約6點，斯托克頓市一個宴會廳入面，警方話當時正係舉辦家庭聚會，14人中槍，死傷者中包括兒童。當局話初步跡象顯示，今次槍擊可能係針對性事件，但動機不明，案件仍然調查緊。澳洲墨爾本再有反移民示威，有幾百人參與。呢項名為澳洲優先嘅抗議活動，要求當局限制移民人數。參加者喺芬林德斯街集合，遊行至旗杆花園。一國黨領袖漢森向集會人士發表演說，期間有人用擴音機干擾佢嘅發言，但迅速被警員同在場嘅人制止。喺同一時間，有幾百人舉行反示威。佢哋高舉反種族主義同反納粹標語，喺州立圖書館出發，遊行到市中心，表達對新移民嘅支持。兩批示威者未有發生衝突。美國同委內瑞拉緊張關係再度升溫。
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應該將委內瑞拉上空列為禁飛區。委內瑞拉外交部批評特朗普有意破壞委內瑞拉領土完整，勢必捍衛國家主權。美國近期以緝毒為由，喺委內瑞拉附近加勒比海水域部署包括福特號航母等多艘軍艦，加大施壓之際，總統特朗普星期六喺社交平台發文話，委內瑞拉上空同周邊空域應該全面關閉，所有航空公司、機師、毒販都唔應該接近。白宮冇回應特朗普嘅貼文。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回應話，對特朗普嘅公佈感到驚訝。目前唔清楚特朗普嘅公佈係新政策，抑或只係向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加強施壓。委內瑞拉軍方同日喺北部嘅空軍基地公開演練，展示防空能力。委內瑞拉外長希爾發聲明，駁斥特朗普提出嘅舉措，形同殖民主義威脅同非法侵略，強調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規範同芝加哥公約，任何國家都對佢嘅領空具有完全而排他嘅主權，決不接受嚟自任何外國勢力嘅命令或者干涉。重申委內瑞拉將依據國際法採取一切必要手段，捍衛國家主權同和平。美軍自9月初以嚟已經喺加勒比海同東太平洋擊沉超過20艘所謂嘅運毒船，造成超過80人死亡。特朗普日前又話，美國可能好快就會採取行動，通過陸路打擊委內瑞拉毒販。美國聯邦航空局早前亦都向多間重要航空公司發警告，話基於安全局勢惡化同埋委內瑞拉境內同周邊軍事活動加強，任何民航客機飛越當地領空都會面臨危險境況。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。德甲拜仁慕尼黑主場3-1擊敗聖保利。紅衫嘅拜仁5分鐘先失手，海因湯積窄位射近柱，為聖保利領先1-0。拜仁完半場前追平，路爾斯迪亞斯倒地仍然交出助攻，拉斐爾古里路抽入成1-1。拜仁到尾段補時連入2球，路爾斯迪亞斯接應傳中頂入，為球隊反先。加上後備上陣嘅尼高拉斯積遜把握對手失誤，但導致下輕鬆射入，拜仁反勝3-1，聯賽11勝1和不敗，繼續排榜首。日職鹿島鹿角作客1-0小勝東京綠茵。白衫嘅鹿島鹿角賽前喺榜首之後有1分嘅優勢，佢哋喺73分鐘攻入全場唯一入波，嚟自松村優太嘅補射。鹿島鹿角小勝1-0，保住爭冠主動權。聯賽第2白衫嘅柏雷素爾作客生色天鵝，憑住細谷真大轉身射入20分鐘領先。佢喺完半場前再入多球，柏雷素爾贏到2-0。到55分鐘完成帽子戲法，拉開3球優勢。生色天鵝喺72分鐘破蛋，柏雷素爾都贏3-1。聯賽剩餘最後一輪之下，繼續落後1分。天氣方面，預測係大致多雲，今晚同聽朝有1兩陣微雨。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氣温介乎21至25度，吹和緩東北風。展望星期2大致多雲，早晚有1兩陣微雨。星期3漸轉吹偏北風，隨後2、3日朝早稍涼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而家氣温係23度，相對濕度63%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監測站係中，路邊監測站都係中。轉頭有其他消息，